灣區揾順佬 ，Rocky 幫你手。Rocky 咧今日就嚟到我哋石渠區嘅奇關御泥啦。屋企門口咧就有我哋港澳直通巴士啊，前邊咧就係我哋港珠公路啦，去翻到我哋博愛路啊、南外環路啊，以及我哋一個中陽高速咧，講緊5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到噶啦。半小時嘅優質生活圈，1小時嘅大灣區嘅交通路網，非常之方便啊。Rocky 咧而家就嚟到我哋小區嘅園林部分啦，大家睇到1.5嘅超低容積率，保障到我哋每一座咧係好闊嘅一個樓間距嘅4萬8方嘅一個園林，坐擁5大主題公園，包括我哋6000方嘅銅錘公園啦、1萬方嘅夢寵公園等5大主題啊。我哋重金引入咗8年嘅防花梨等名目啊，送色嘅一個3進理術，營造一個歸家儀式感。工業商業方面呢，我哋係生活嘅第二客廳，引入咗中山手電，創造一個綠色嘅街區環繞，保障到高生活嘅配置以及業主嘅私密度。通過我哋高嘅一個豪宅產品嘅門檻設計啦，實現咗一個業主圈層嘅篩選，打造一個高值價值嘅一個社交網絡啊！大家睇到啦，園林、泳池、車庫以及外立面呢，全部係做到實景嘅呈現，眼見為實，保障到一個發展商嘅低風險嘅運作啦，等待嘅周期係縮短咗嘅，確定性都好強噶。咁我哋1小時嘅生活圈呢係通達成個大灣區嘅，5分鐘呢係通達中陽高速啊。跟住 Rocky 嘅鏡頭呢，而家上到我哋示範單位，帶大家去望一望一個產品嘅介紹。而家 Rocky 咧就嚟到我哋123平方嘅3+M 房區域啦，呢個係一個飛利浦品牌嘅指紋密碼鎖，都係一個交標嚟噶。嚟到我哋下餐廳區域啦，呢邊咧係一個非常之開揚嘅生活露台，右手邊咧就係我哋天虹百貨啦，呢邊咧係一個空中庭院啦，呢個戶型咧係超120嘅一個超高使用率啊。右邊咧係一個優自然嘅餐廳廚房區域啦，呢邊咧係做到1面牆嘅雪櫃，非常之好用噶，兼且係明窗嘅設計，做到一個廢屋分離嘅功能啦。呢個工藝咧非常之先進噶。入到我哋休息空間啦，係做到一個3套廁啊，呢邊咧係一個 BB 房嘅空間，做到一個套房嘅一個設計啦。咁咧呢邊咧係全部係第4代住宅。比翻傳統住宅咧係非常之高嘅一個實用啦，方方正正噶。呢邊客房咧係做到一個大嘅衣帽間空間，呢邊咧係一個公區嘅洗手間啦。咁再入到呢邊咧係一個陽光房嘅設計，全部係明窗啊。呢邊咧就係我哋一個主人房嘅配置啦，做到一個好大嘅套廁嘅空間，兼且咧擺到3邊落床啊。嗱，有興趣對於我哋第4代住宅有興趣嘅朋友咧，歡迎私信聯絡我 Rocky， 現場過嚟帶大家睇樓。咁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